在咧新闻来关心天气的消息，受到沙南风甲暖气团的影响，这几天啊天气真正有够热。伫嘉义市，有一个82岁老先生，伫田内面做事的时，互人拍到这个日头拍到昏去了，跋倒摔伫这个田内面，相对热，直直消失了呢。赶到现场，这老先生的皮肤已经呢拍到伤啊，佮碰拍，加在伫救护人员赶紧的处理了，送到病院，无啥要紧。所以讲要提醒乡亲，最近这几天天气真热，出外时要做好防拍，随时要补充水分，以免着沙。救护人员赶到位，紧走入去田园内面，看到一个老阿伯倒伫现场。阿伯，你敢有听到我爱讲话？阿伯，老阿伯的意识昏迷，规身躯拢是绿乌霉啊。救护人员紧急处理了后，开始进行搬运。这田花小路增加救护的难度，真无简单，将老阿伯拎上救护车送病院。嘉义市这位82岁赖姓老阿伯，伊一透早到田里工作时阵，因为天气伤热抓昏去。他有过度曝晒的一个情形，就有一些晒伤、一些水泡情形这样。好在再有人经过发现，送医治疗了后，无啥要紧。根据气象局的资料，受到暖气团的影响，这几天全台拢是高温，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。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等5县市，也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，一定要等到6月初9，方便到北部海面西半部会转做晴好的天气。各地嘛拢有局部的雨势，温度嘛因为落雨下降3度到5度。不过连假这几天外出的时阵，爱记得做好防止日头晒，嘛要适时补充水分，才袂去热着。